第35章第1節，上帝甲雅各講：去啊，上去伯特利，住佇遐，閣着佇遐甲上帝起一座壇，就是你閃避你的兄以掃的面的時，對你出現的迄個。雅各就甲全家以及一切甲伊佇地的人講：恁着拄去恁中間外邦的上帝，也着家己清氣，換恁的衣裳。恁着起來，上去伯特利，佇遐我要甲上帝起一座壇，就是佇我拄着患難的日，穩準我的祈禱，佇我所行的路，甲我佇地迄個。因就將因手內所有異邦的神明，甲因的獻交，攏予雅各。雅各將遐個代志是建迄位的雙手骹，因就起身。上帝予四周圍的城的人攏真驚，因就無對入雅各的正境。雅各以及一切甲伊做陣的人，到迦南地的路斯，就是伯特利，伊佇遐起一座壇，就甲迄所在號名叫以勒伯特利，因為伊閃避伊的兄的時，上帝佇遐對伊出現。利百加的兒母底波拉死，就埋葬佇伯特利的下面雙手骹，所以叫伊的名阿倫巴古。雅各對巴旦阿蘭倒來，上帝閣對伊出現，賜福予伊。第10節，上帝閣甲伊講：你名是雅各，但以後你的名無閣叫雅各，要名叫以色列，就叫伊的名以色列。上帝閣甲伊講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着生炭濟濟，將來有一國，閣有濟國對你來生，閣有君王對你生出。我所予亞伯拉罕甲以撒的地，我要予你，也要將這個地，予你的後裔。上帝就對甲伊講話的所在上去，雅各就佇上帝甲伊講話的所在徛一支柱，就是石柱。佇迄頂面灌奠倒油，雅各就稱上帝甲伊講話的所在名做伯特利。因對伯特利起身，離開以法他，還有一站的路，拉加得要生，臨產艱難。當伊艱苦生的時，抾者對伊講：毋免驚，你當要閣得到一個囝。伊開要當臨終的時，就叫伊的囝的名便俄年，伊的老爸甲伊號名便雅憫。拉結死，埋葬佇去以法他的路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恆。第20節，雅各徛柱佇伊的墓頂，這個柱就是拉結的墓牌，到今仔日還佇地。以色列閣起身去，佇以德台大埔邊。以色列住佇迄所在的時，流便去甲伊的老爸的細姨撇拉三角困。以色列也聽，雅各共有12個囝，利亞的囝就是雅各的大囝流便，以及西面、利未、猶大、以撒加、西布倫。拉結的囝就是約瑟、便雅憫。拉結的女婢撇拉所生的囝就是但、甲拿弗他利。利亞的女婢色帕所生的囝迦得、亞瑟。這是雅各佇巴旦阿蘭所生的囝。雅各來記伊的老爸以撒，佇萬里到基列阿巴，就是希伯倫。亞伯拉罕甲以撒捌寄居的所在，以撒享受180歲，以撒年歲老，日子滿足，開燈來死。倒去伊的列祖遐，伊兩個囝以掃、雅各，甲伊埋葬。